大家好，我是叶水美。今日要来带大家来跳有氧拉丁舞。今日的助教是来自美丽的谢祥义老师，好，还有我们的彭玉玲老师。好，要来带大家一起来暖身。好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哦。好，两只手往上提，然后合掌往上延伸。好，胸两个 U 片，好，延展。我们数8个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弯奏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正，好，向上延展。好，头看天花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正，来，双脚打开，来，将你的手往你的左边延伸，来，我们的臀部，来，先左右律动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弯片，好，将你的手延伸到你的右边，好，加上臀部动作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完成。来，将双手打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手由前面画一个圈，转到后面。好，U 数，好，往上延伸，转到后面。好，一样是一个8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一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，回正。再来，我们来做我们的肋骨。好，肋骨的线条，来，请向右边，膝盖微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很好，来，手拿起来。好，在头上交叉放下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呢？好，我们的手平举往后摆动。当你往后摆动的时候，脚掌要提，脚掌要捏起来。好，向后背，好，脚掌捏起来，好，向下来做哦。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最后一次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双手往上延伸，再打开吐气。好，来，那暖身就都要得喂。接下来，我们学的是吉鲁巴的基本步。吉鲁巴一种舞呢，它是来自美国。一只舞，动轻快，动轻松，动简单，动多人都喜欢。但是呢，一只舞，同样的音乐，它做得跳80步的，很多8步，也叫做街舞。好，也有6步的，好6步的吉鲁巴。今日呢，我们教的，我们学习的是3步的吉鲁巴。3步的吉鲁巴呢，我们就记得吉鲁巴有重音和轻音，加鼓上重音落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膝头就向后背打侧。好，中间的轻音，我们就会膝头并用。好，向后背弹。好，弹的时候就是重音哦。好，譬如说，我们音乐是蹦恰蹦恰，那我们膝头就会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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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，我们的祥义老师的示范哈。
蹦的时候，安尼舌头就会向后背打侧，恰并用好蹦向后背，恰放松好，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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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很简单哈，只会舌头向后背打，只会重音。放轻的、松屈的，就是轻的音哈，蹦恰蹦恰。再来，我们吉鲁巴很有个特殊的地方，就会给舌头用的时候，那臀部好，那尾骨向前面微微的收，好，蹦的时候要臀部微微的往后提，所以吉鲁巴很俏皮，你会看到你的臀部跟你的大腿还有膝盖往后。好，就会能够显现很俏丽的线条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玉玲老师来帮我们示范哈。我们的蹦的时候，我们的臀部要后提；掐的时候，我们的尾骨要微微的往前，所以是蹦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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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嘿，好，这个律动找到了。跳吉鲁巴就没问题嘞，好，因为所有的舞步都要跟着这个节奏、这种原则来开始跳。张奎是前进的走步哈，我们先来练习一下。吉鲁巴呢，蹦的时候是直的，所以行出去的踢着步蹦，舌头一出来，好，中间并用，好，然后又蹦又出来，掐蹦掐。好，这个是吉鲁巴的基本走步。那我们前进的走步，好，我们前进的走步一开始要启动，要写掐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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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掐，啊，这个是基本的它的律动的方式。那推后面同样，蹦出来掐蹦掐蹦掐蹦掐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吉鲁巴的走步。好，那我们侧面来看一下哦。好，我们来转向左边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哦。一开始哦，请先放松膝盖。好，放松膝盖，开始掐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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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掐。好，后退的时候一样，蹦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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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非常简单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前进后退2趟，左右2趟，来做做看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掐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再前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推转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是前进跟后退的。那如果用节奏，音乐的节奏来弹一下，就是来跳一下有的话，注意鼓上的时候，舌头就会出来，蹦，有冇？鼓上落去的时候，舌头就会出来哦。好，那再改到哦，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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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很轻松。好，吉鲁巴除了前进以外，它还有往吃宽。如果我们走横的，那又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一样，开始的时候先放松膝盖，走出去。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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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回来一样，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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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左右再一次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哎，就这样。好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再一次前进，旁边再来跳一段哈。来，预备，开始哦。好，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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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旁边蹦恰蹦恰蹦恰
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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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非常简单，但是呢，一样要熟悉哈。那变成像跳吉鲁巴动欢喜用的，好，像你呢速度太重用的，哈，有冇跳舞动轻松哈？这个就是吉鲁巴的特色。来改一抖哈，数拍，好，前进往旁边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，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前进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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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旁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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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哈脚一细细的来吃宽，好，哈脚一细细的，好来，5、6开始，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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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旁边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旁边3、4、5、6，再一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也就嘿吉鲁巴，好，吉鲁巴张开始，我们要练习的走步，也很等等，音乐来吃宽来，好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始。退后，前进，再来退后。好，旁边。再一次。好，这就是吉鲁巴的走步。我们向左边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开始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始。再一次前进。转的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始。非常的快樂嘅一種舞蹈啊！大家一定要多練習，一定冇問題。